你好，今日我想同大家去分享點解會痛啊？痛其實係我哋嘅朋友嚟嘅，因為佢係一個好好嘅設計同埋一個好好嘅身體一個構造嘅一部分。因為痛其實係同我哋出現咧，其實話緊俾我哋聽係一個健康一個失調嘅信號。喺正常底下我哋點解會痛？譬如話會感覺到有一個火燒嘅痛啊，或者有辣親啊，或者有凍啊，或者有針吉啊，甚至有啲麻痹呢啲咁嘅感覺咧，其實都係一種嘅信號嘅傳遞。咁好多嘅患者裏面咧，其實會感覺到特別會喺個頸啊、頭啊、膊頭啊、腰啊，甚至好多時候連膝頭嘅痛咧，都係話緊俾我哋聽，我哋嘅身體一啲嘅訊息唔能夠去直達我哋身體嘅四肢。因為正常一個神經系統去溝通嘅時候咧，係由大腦去到我哋身體嘅四肢啊，我哋嘅內臟啊。如果假若我哋嘅身體個信號唔能夠好正常咁樣去傳遞嘅時候咧，咁就會產生一個問題，而痛症咧就自然係一個信號去話翻俾我哋聽。正如好似我哋呢個脊骨個模型裏面啦，因為正常個神經個指令咧係一個好快速由腦部去傳遞到我哋個腳啊，或者我哋嘅心肝脾肺腎都係處理緊千萬個訊息。但係因為我哋嘅脊骨係使用不當，或者我哋長期使用一個錯誤嘅姿勢裏面咧，而令到個脊骨有所嘅偏離咗。咁偏離咗之後咧，就造成個神經有所嘅摩擦或者刺激，而產生呢個信號咧係會有錯誤嘅信息。咁從而咧就會到最後可能有個痛症嘅出現。而痛症出現咧，其實正正代表我哋神經嗰個活動係會減弱咗，甚至係一個唔正常嘅狀態。咁但係喺呢個痛嘅時候咧，大家唔需要去緊張，因為痛係只係一個訊息，而唔係一個問題。咁好多時候喺脊骨神經科裏面去發現咧，好多嘅頸痛甚至呢個腰痛咧，其實都係因為一個錯位嘅出現而產生咗神經嘅受壓。咁所以透過去揾出脊骨錯位，而去從而一個矯正咗之後咧，其實恢復翻嗰個神經嘅信號嘅時候咧，其實個身體咧嗰個功能咧自然就能夠康復，就唔需要用藥物去抑壓呢個痛。因為痛症當佢唔受壓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個痛症就自然佢就會去消失，甚至唔出現啦。咁希望喺度係可以從大家去有一個新嘅理解，痛係我哋嘅一個自我保護嘅作用，係我哋嘅朋友，我哋應該去理解佢，而唔係去忽視佢。